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拉，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5月30号真彩有三石的版路来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来，咱即马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版，咱即版的版头呢是38来开伫第五期，所以咱是对5月14号才来看版头38找到了，咱刷来先找到伊顶4期的第五期、2期、4期，伊顶4期的第五期参数，咱的参数找到，要来甲减掉是。所以34来减是就是3空，3空的要伫版头的下3期来开，1期、2期、3期来3空一只。来，咱继续再来看5月20号大版头38小翔再来开伫第五期，所以要先来找到版头顶4期的第五期、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五期是36，咱的36要来甲减掉是，所以36来减是就是32。32啊，要来伫版头的下3期来开，1期、2期、3期，有无？32一只。来，咱一只搁顺续来看到5月21号版头38是毋是连总来开伫第五期啦吼？所以咱先来找到伊顶4期的第五期、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五期是39，咱的39要来甲减掉4，所以39来减4就是35，35要来伫版头的下3期来开，1期、2期、3期，来35一只。来刷落来，要搁来看到5月27号版头38小翔，搁来开伫第五期，所以版头找到，先来找到伊顶4期的第五期、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五期是35，咱的35要来甲减掉4，所以35来减4就是31，31就要来伫版头的下3期来开，1期、2期、3期，31，这就是咱5月3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。五期，咱继续要搁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版头呢是技术来开伫第4期，所以咱是对4月17号才来看版头技术找到了，先来找到伊顶2期的第五期、1期、2期，顶2期的第五期是39，咱的39要来甲减掉3十，所以39来减3十就是08，空白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来08一只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5月2号版头技术小翔来开伫第4期啦吼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2期的第五期、1期、2期，顶2期的第五期是38，咱的38要来甲减掉3十，所以38来减3十就是07，07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07一只。来，咱继续搁来看5月14号版头技术。又搁来开伫第4期，所以共款先来找到伊顶2期的第五期、1期、2期，顶2期的第五期是38，咱的38要来甲减掉3十，所以38来减3十就是07，07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来07一只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到伫5月26号版头技术小翔来开伫第4期啦吼。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2期的第五期、1期、2期，顶2期的第五期是32，咱的32要来甲减掉3十，所以32来减3十就是01，01就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01，这就是咱5月3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五期。咱继续要搁来看后一版，这版的版头呢？是08来开伫第1期，所以咱是要对4月22号才来看版头08来找到了，咱要先来找到版头顶4期的第1期、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1期是03，咱的03要来甲加上17，所以3来加17就是20，20的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，有无？20一只。来，咱再来看到伫个5月1号。版头08小翔来开伫第1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4期的第1期、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1期是20，咱的20要来甲加上17，所以20来加17就是37，37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来37一只。来，咱要搁来看到伫个5月12号版头08又搁来开伫第1期。
所以先找到班头顶4支的第一支、2支、4支，顶4支的第一支07，咱的07要来甲加上17，所以7来加17就是20，20的要来伫班头的下4支来开，2支、4支来20一只。刷落来要再来看到，伫个5月26号，班头08小强来开伫个第一支，所以咱先来找到班头顶4支的第一支、2支、4支，顶4支的第一支1咱的1要来甲加上17，所以10来加17就是27嘛吼，27的要来伫班头的下4支来开，2支、4支27，这就是咱5月3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国旗，咱继续再来看。后一版，这版的版头呢是36来开伫的第5支，所以咱要对4月25号再看版头36来找到了，咱要先来找到版头顶7支的第2支、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顶7支的第1支是06，咱的06找到了，要先来甲合数25，所以25来减掉，咱就是19，19的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5支来。19一只，来，咱要继续来看，伫个5月10号，版头36又过来开伫第5支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7支的第2支、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顶7支的第1支是1支，咱的1支要来甲合数25，所以25来减掉12就是13，13的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5支来13一只。来，咱要再来看到，伫个5月15号，版头36小强再来开伫个第5支吼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7支的第2支、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顶7支的第1支是09，咱的09要来甲合数25，所以25来减掉9就是16，16的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5支来16一只。来，咱刷落来要再来看到，伫个5月24号，版头36小强再来开伫个第5支，所以版头找到了，咱要先来找到顶7支的第2支、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顶7支的第1支是13，咱的13要来甲合数25，所以25来减掉13就是1支，1支的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5支1支，这就是咱5月3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国旗。咱继续要再来看后一版，咱这版呢是3支着1支的版咯，版头是08来开伫个第2支啦吼，所以咱要对2月15号再看版头08来找到了，咱要先来找到版头顶4支的第5支，还有顶6支的第3支，参版头顶7支的第3支，来先来找版头顶4支的第5支、2支、4支、28。顶6支的第3支、5支、6支、27，还有顶7支的第3支是28，所以是咪2支28，也就是27甲28这2支会要来伫版头的下3支，2支会开1支、1支、2支、3支、27，也有28，有无27参28 2支总开啦吼。来，咱继续要再来看到，伫个3月14号，版头08又过来开伫个第2支。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4支的第5支、2支、4支、37，顶6支的第3支、5支、6支、19，还有顶7支的第3支是15，所以就是15、19也有37这3支会要来伫版头的下3支，3支会开1支、1支、2支、3支，15参19，有无？15、19也有37，伊来开着15参19啦吼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再来看，伫4月2号这版头08小强来开伫个第2支，所以咱先来找到版头顶4支的第5支、2支、4支、39，顶6支的第3支、5支、6支、1支，还有顶7支的第3支是20，所以就是1支、20，也有39这3支会要来伫个版头的下3支，3支会开1支、1支、2支、3支、1支参20，1支20也有39嘛吼，是咪来开着1支甲20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咱要再来看到，伫个5月22号版头08小强再来开伫个第2支，所以
先来找到板头顶4支的第5支、2支、4支、3球，顶6支的第3支、5支、6支1、5，后还有顶7支的第3支是100，所以就是1、5、100还有3球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3支，3支会开1支、1支、2支、3支、1、5、1、5、100还有3球，伊来开着1、5啦吼，3支来开1支。来，咱刷落来，要再来看到5月27号板头08小翔来开伫第2支，所以先来找到板头顶4支的第5支、2支、4支、3、5，顶6支的第3支、5支、6支、2、3，还有顶7支的第3支是1数，所以就是1数、2、3甲3、5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3支，3支会开1支、1支、2支、3支，1数、2、3。还有3、5，所以1数、2、3甲3、5也就是咱5月30号会当来参加使用的3支第1支的板咯。来，咱要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板头呢是开奖日期的22号，所以咱是要对1月22号才来看。板头22号来找到了，咱刷来要先来找到板头顶2支的第4支，还有顶4支的第2支参板头。顶5支的第1支，来先来找板头顶2支的第4支、1支、2支、3支，顶4支的第2支、3支、4支、07，还有顶5支的第1支是09，所以就是07、09，还有3支，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7支，3支会开1支啦吼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、3支。有无07、09还有3支，来开着3支啦吼，3支来开1支。来，咱一只要继续来看到，伫2月22号，板头22号，开奖日期22号嘛吼。咱的板头找到了，先来找到顶2支的第4支、1支、2支、2数，还有顶4支的第1支、3支、4支、1支，还有顶5支的第1支是09，所以就是09、1支还有2数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7支，3支会开1支、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、1支，09、1支、2数嘛吼，歹势哈，咱只09加了1支啦吼，所以是毋是09、1支甲2数伊来开着09参1支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要过来看3月板头开奖日期的22号，板头找着，先来找到顶2支的第4支、1支、2支、2、7，顶4支的第2支、3支、4支、1、3，还有顶5支的第1支07，所以就是07、1、3还有2、7 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7支，3支会开1支、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07、1、3。07、1、3还有2、7来开着07、1、3啦吼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咱要再来看4月板头，同款是开奖日期的22号，所以先来找到板头顶2支的第4支、1支、2支、26，顶4支的第2支、3支、4支、06，还有顶5支的第1支是07。所以就是06、07还有26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7支，3支会开1支、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、26、06、07还有26，这是伊伫板头的下7支遮，是毋是来开着26、3支来开1支嘛吼？来，咱刷落来要再来看到伫5月22号遮，板头22号嘛，板头找着，先来找到顶2支的第4支、1支、2支、26，顶4支的第2支、3支、4支、09，还有顶5支的第1支是02。所以就是02、09还有26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7支，3支会开1支、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、02、09，还有26嘛吼。
所以0209甲26的就是咱5月3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支到1支的板路。咱今仔日板路的分享就到这为止。你若是感觉我的板路袂歹，麻烦会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顺刷、订阅啊，不然，好啊，不然则感谢咱各位好朋友。